咁我覺得香港嘅呢個經濟非常之發達啦，咁都係一個比較綠色嘅城市嚟嘅，都比較環保，係一個幾宜居嘅城市啦。唔該。我覺得香港嘅產品好嘅。香港最多嘅高樓大廈啦，飲食最多元化啦，然之後人種亦都最多咯。睇法上主要都係香港嘅人好好啦，好有情懷，即係可能互相之間嘅連結會好好。另外咧，最中意嘅咧不外乎就係食物，就係雞蛋仔、格仔餅、碗仔翅呢一啲咁樣咯。仔哥哥仔，請留步。係咪有錢施捨啊？唔係嘅，我哋係想嚟打劫啊？唔係啊，你冇緊張住。冇錢喎。其實我覺得香港其實係一個都幾國際化嘅城市嚟先嘅，咁佢有好多嘅嘢玩啦，亦都可以好多唔同各地嘅人士都會嚟呢度，就算話移民啊，或者好多唔同嘅人都會嚟到呢度，咁可以認識到好多唔同國籍嘅嘢啊，咁有時嘢食啊、玩啊都好啦。其實我覺得香港係一個即係好多姿多彩嘅一個城市嚟嘅。覺得香港咧係一個好美麗嘅地方嚟嘅，因為咧我哋冇一啲好大型嘅天災啦，同埋亦都我哋冇一啲嘅喺而家呢個年代嚟咧冇一啲嘅戰亂，咁所以咧我哋無論係呢一代啦、上一代啦或者下一代咧，其實都生活幸福。即係相對於其他即係一啲可能喺世界嘅另一端有啲戰禍嘅國家地方嚟講咧，我哋其實只係好好。咁當然我都希望咧香港可以越嚟越好嘅。你對香港有啲咩睇法？嚇？我等下先，可能啲建築物啦，係啊。冇啊。係咯。OK。香港係我的家咯，我喺香港出世㗎嘛，係咪？係，仲覺得香港係唔係適宜去居住，或者係佢有啲咩可以幫助你實現理想？香港係一個充滿機遇嘅地方嚟嘅，咁你只要肯努力嘅話，咁但係另一方面咧，居住環境就密度都比較高喎。咁我哋大家都知山多平地少啦，係咪啊？人口密度相對比較高，咁居住環境狹窄咗少少咯，咁所以大家要努力啲咯喎。香港有啲咩好處？繁榮啦，穩定啦，係咯。香港你特別中意嘅嘢？中意嘅我中意去中西匯聚咯，咁同埋有好多唔同嘅文化。交通方便啊，你會見到個鐵路網同巴士網絡咧，咁都覆蓋咗香港好多唔同嘅區域啦。假設我喺天水圍，我要出九龍，其實可能半個鐘到9個字我都已經去到啦。咁呢個係第一樣啦。咁另外一樣嘢咧，就真係中西文化薈萃。假設我要去食唔同國家或者內地唔同地區嘅餐飲咧，其實喺香港都會揾到呢類型嘅餐廳啦。咁喺香港都會揾到呢對內地唔同、中國唔同嘅民族啦，甚至係外國唔同嘅國籍嘅人士喺度工作、喺度生活、喺度讀書嘅，係啦。咁呢兩個我都係覺得香港比起其他地區嘅優勝嘅地方嚟嘅。想問下你中意香港啲咩呢？香港有好多好美食啦，有海鮮啦，有奶茶啦，有嗰啲香港仔魚蛋啦，咁亦都有好靚嘅海岸線啦，我哋有地質公園啦，又有好多嘅離島啦，有好多個靚山啦，咁所以值得行山嘅。香港買嘢都幾平靚正啦，真係全世界嘅貨品喺香港有得買啦，全世界未食到香港食到啦，你唔使搭飛機周圍去，所以我覺得正。小草，你中唔中意香港啊？你中意香港啲咩啊？美好嘅一天結束啦，拜拜。